大家好，我是苏永福先生。今晡日要教大家做运动哦，大家共下来做。开始的时候呢，开始时间你等椅子要找稳定的椅子，要坐好，坐好。坐的时间双脚要打开来，了肩条偏发，跳哪卡正，坐姿要做好。开始时记得第一这个运动是手指的拉筋哦，手指的拉筋怎么做呢？记得做数哦，你的左手不很矮哦，你的左手伸直，肩条不用下来，手打直，不用松，等下手指条一个一个去拉筋来筋呐，记得哦，筋手加矮哦，过来手指头一根一根拉，自己要数1到10秒哦，你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慢慢不用松，轻微做哦，过来哦，听一下数字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不用松，第3站动指加矮哦，慢慢来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不用松，第4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第5站数字讲转过来，向下背打侧，筋手下来，慢慢来哦，来紧哦，来10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不用考来呀，做数做好了我放筋手加矮哦，筋手打侧，手打直，肩条不用下来，数字条开始哦，小拇指开始哦，准备开始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不用松，听一下加矮哦，慢慢来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不用考来，第3站数字条加矮哦，数字条向蛋糕，不用好，不可以耸肩哦，肩条不用下来，慢慢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动好哦，第4站数字条加矮哦，数位打侧，不用松，开始来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不用考来，数字讲转过来，数字条，向天内下打侧，打侧记得向下，做数过来都有筋手数字讲来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不用考来，数字条停通一下，大家做得清好哦。我搞第2个，听一下运动手腕的转动我们手腕有7个骨头把这个关节骨头给慢慢转开了，怎么做呢？跟我一起做数打侧，数字条，耸起下来停通一下，做点冇，慢慢来哦，轻轻嘛，站起来，舒展手肘，慢慢舒张来，吸气，鼻子要吸气哦，数这个手腕记得要数往外轻下来，慢慢轻下来，点冇，转到头前，松出气，吐气，数字条打过来，过来哦，数字打侧，耸一下来，停通，4、5下，做对冇？做对轻轻嘛，站起来，
舒缓，打勾，哦，舒张，舒重来，吸气，等候哦，舒缓，停下来，慢慢转头跳起，要压着它转才有用哦，哦，轻微走哦，慢慢松出去，嘴巴慢慢吐气，好，做5摆哦，第3摆，手会停通，停通一下，第3摆哦，好，加油哦，好，手腕手要怎么做？对，握起来，卡起来，等候哦，好，慢慢舒张来，吸气，好，再吸，鼻子吸气，手腕停下来，走到跳前，哦，慢慢吐气，嘴打开来，等候哦，第4摆哦，手打车，还记得吗？哦，都得哈，啊，停通一下，哦，所以停通。我们这有很多经络啦，心包经还有心经络，哦，握拳，手卡起了，好，手腕打勾，对，收回来，好，第4次哦，吸气，这么该手腕停下来，压下来，对，压下来，再慢慢的往前推，吐气，嘴巴吐，好，不用手哦，听5摆哦，手打车，手停下来停通哦，哦，记得哦，哦，好，握拳。对，握拳哈，好，舒缓，打勾，好，舒张了，手肘收回来，吸气，收到胸口，下压，好，转到跳前，好，手指打开了，送出去，这是第5次啊，第5次做得很好，好，这是我们第2个运动哦，叫手腕转动，好，第3个运动哦，搞太改减条的。手哦，做一些摆动啊，好，再让你这个肩条不用放松啦，慢慢做，手肘得慢慢卡轻勾，卡举得很高哦，这个是肩部的摆动的运动，轻后，好，第3个运动哈，来手加矮哦，太该做手加矮哦，不用那片，啊，不用油骨的提防哈，油骨提防哦，好，来老师转一下边哈，给大家看一下哈，这个手放在我们这个。有骨提防哈，不用哈，对吗？哦，做数2片不用，好，慢慢不用，好，金手哈，一用做，好，不用有骨的提防，啊，有提防，好，用扎手加矮，好，少吸，好，少吸，这样放在腰的位置，对，2只手这样抱着，舒张，全身不要动，动手肘就好，手肘往后舒张，胸后背，好，吐气，好，舒张来，吸气，好，做10次哦，第1次，啊，第2次手肘往后动。嘴巴吐气，回来吸气，好，第3摆，等候哦，哎呦，做得轻后，舒张来，第4次，往后回来，好，把胸口跟背部的肌肉给拉开，第5次，第5摆，好，舒张来，过来，第6摆，啊，不用松，好，第7次，慢慢走，好，回来，好，再往后。回来，好，第9次喽，好，不用松，啊，用这样舒张啊，向后背，好，不用下来，好，手就回来了哈，好，那这个手呢，这个手肘呢，就是动的时候呢，好，记得给大家看一下哈，这个2只手呢，手少吸放在腰的位置，手肘往后动，好，吐气，回来。记得往后的时候，嘴巴要吐气哦，头顶直，啊，不可以驼背哦，啊，不用松，好，这样慢慢做，好，我们手就慢慢回来，好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好，是在刚刚是做个示范给你看哈，好，第4个运动是头部的牵拉，第4个，啊，他刚才要跟着老师做哦，好，这个是可以拉到我们这个脖子哦，好，脖子哦，来，左手加矮哈，左手叉腰，好，金手卡起了，好，举高。好，吸气，侧弯吐气，好，慢慢舒张了，回张哈，金手加矮啊，摸头秒跳来提防，低头哈，木做空起跳哈，金脚起跳哈，看它哈，吐气，好，头抬起来，举高，手翘起来，不用下来，轻微做，好，往数啊，好，都对嘛？好，做得好，做手翘起来，加油啊！哎，卡高，好，侧弯就慢慢吐，
好，回站，好，回正，好，慢慢手摸耳朵，好，空天来下，好，空左脚的七条的做对，好，头回正，手举高，好，手翘起来，好，不用下来，好，做对无？好，做对哈，好，做一清好哦，好，差不多嘞，好，我们等下来做这个收功操啦，收功操，把这个身体的气啊调节回来啊，好，竖打口来，哎，吸气，哦，向后背，吸，好，送出去，吐气，鼻子吸气收回来，好，吸气，好，竖转来，胸脯，好，啊，轻下来，压下来吐，再做2次哦，慢慢的，2只手，好，竖起来，举个，好，平举就好，向后背。好，送出去，好，轻微哦，好，对，收回来，吸气，慢慢，好，手不用下来，好，第3摆哦，好，凑合，记得凑合，跳来卡侧，好，坐姿做好，吸气，手慢慢抬起来，好，抬起来，好，往后，向后背，好，送出去，舒转来。吸气，好，轻下去，压下来吐气，慢慢不用下来，慢慢走，好，就是我们这个收功啊，这个运动啊，基本搞干嘛？4个运动，好，手指的拉筋，有没有？一扎一扎，慢慢来紧，手腕转动，哦，手腕要记得哈，手打侧，哦，手腕要打勾，手转来，转到跳前。送出去，好，第3站黑马该肩部摆动哈，一点嘛，来这肩部哈，慢慢的要做着，好，摆动它，做这背部的这个运动，好。第4个运动是我们这个头部的牵拉了哈，就是要牵拉脖子，给它拉开，好，肩条不用松，手不用下来，好，基本教大家做运动哦。啊，大家做的清好，等下下困一下，要喝水哦。大家做的清好，3万做哈，好，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苏信善。根本哦，要教大家做运动，大家要3万做，共下来做。好，可是哦，第1个运动哦，开始的时候，踢掌运动开始的时候，要先做好这个站姿，要站好，双脚。打口来，撩肩条，平发与肩膀同宽。好，记得哦。好，太脚比夹起，夹紧，吸气。好，先教大家呼吸哈，呼吸很重要哦。好，跳那，好，头要顶直，好，挺直，肩条不用下来。好，这是正常的呼吸。吸气就是大腿要夹紧，好，头子顶直，跳那开起了。好，肩条。吐气的时候，肩膀就放松。这是我们的一个站姿的姿势，要站好，好，站有站相嘛，黑冇错冇，好，可是哦，第1个运动叫搞太嘎哈，不会弄背部的后伸啊，后伸的伸展，轻动椅周身哦，中吹哦，做按多身哦，做到头看地板看太久，就这个头就这个脖子这边就会产生这个挤压，就不舒服，好，教大家如何做这个。调养啊，调理保健，好，怎么做呢？老师做侧边给大家看哈，侧边可以看，好，2只手借给我，好，2只手借给我，好，手将来，好，哈起了，好，第1个动作，肩膀，好，往后，肩条向后背，好，手往下，往后拉一下，吸气，头跳哪，好，看上面，好，空蛋狗。45度提防五足空蛋狗5秒钟，2、3、4、5，好，手不用松，好，跳哪不用下来，哎呀，要做5次哦，好，做点嘛，好，开始哦，好，肩膀肩条慢慢向后背，好，手会往后拉一下，头就抬起来，跳哪跳，看上面，1、3。4、5，好，手不用松，肩条不用松，五足空跳前，好，
轻好哦，够了哟。好，肩膀往后，跟条向后背，手慢慢往后拉，头抬起来，好，拇指空荡高，2、3、4、5，好，手不用松，跟条不用松，拇指空条前，好，第4次，肩膀向后面，好，手往后拉，好，头抬起来，好，看空荡高，只搞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就那不用下来，好，不用松。第5次咯，第5次哈，好，肩膀向后，手往下拉，头抬起来，吸气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慢慢回正，好，手就松开来，放下来，好，就是我们这个脖子哦，长期都是低头啦，看地板，空听奶哈啊，所以我们要反过来，好，就是拉筋往后伸，好，把背夹肌拉开，好，慢慢拉就会回正。好，这是第一掌运动啊，等一下要教的是第2个运动，好，第2个运动叫腰部的摆动。我们这个腰有时候会酸哦，坐骨啊会酸哦，做一些伸展。好，老师做这个侧面的解释哦，来。怎么做呢？好，大家跟我一起做哦。用炸数，好，站起来，好，跳到空荡高，吸气，5秒钟，1、3，好，头回正，好，空调前，手也不用下来，吐气，腰骨哈，慢慢弯下来，好，慢慢弯下来，吐气，手抓着小腿，哈，摸不到。鞋子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抓小腿，好，眼睛看后面，好，慢慢来哦，跳起来，头带动你的背，慢慢起来，吸气，不用炸手，不用腰骨提防哦，送出去，啊，推腰往前推出去，吐气，好，头抬起来，好，回来吸气，好，手不用下来。我们要做3次哦，好，做3次，好。第2次用炸数加矮哦，慢慢，站起来，拇指空荡高，吸气，好，跳那，回正空跳前，腰骨慢慢弯腰弯下来，嘴巴吐气，好，抓住这个，摸到小腿，好，可以的话就摸到脚踝。好，看地后面，好，跳那站起来，手用炸手加矮哦，慢慢抬高，吸，好，放下来，放到腰的后面，好，推出去，好，回正，放下来，好，最后一次哦，用炸手加矮哦，吸气，举高。头回正，好，慢慢弯腰弯到底，好，腰骨弯起，好，手指头过下去，好，抓脚踝，好，头抬起来，吸气，好，手放在腰的后面，不用腰骨提防，送出去，好，拇指靠蛋糕，头回正，好，空调前，好，不用下来。做对吗？好，大家做会清好哦。好，等一下要教的是第3个运动哈。第3个运动是弓箭拉腿了哈。弓箭拉我们这个腰跟腿的这个肌肉哈，把它拉开啊。因为经过刚哦来开哦，拉开来。好，怎么做呢？跟老师一起做哦。好，我们运动的时候呢，好，这个先从右脚开始，金脚开始哦。好，金脚可右脚开始哦。好，跟老师做侧面的示范哈。好，2只手叉腰的叉腰，好，不用后，好，紧脚，好，右脚，好，这右脚，好，胸后背，好，脚掌要撑一下，脚底要撑一下，脚跟要撑，好，后脚撑，好，前脚哈，好，这个你的前面脚起跳胸前向前弯，好，吐气，眼睛要看前面，拇指空跳前。5秒钟哦，时间要起跳弯一下，好，
下困一下，过来哦，做3摆，后脚跟撑，脚掌会打侧，后脚撑直，脚底要撑直哈，前脚膝盖往前，好，这样撑住，好，捂住空调前，1、3、4、5，哦，休息一下哈，起跳翻移，慢下来，下困一下5秒钟，做对吗？过来哦，后脚跟撑，脚会打侧，好，前脚膝盖哈，起跳向前，好，捂住空调前，撑住，1、3、4、5，好嘞好，好，起跳翻移，下来，下困一下，好，舒张来，好，这是正脚哈，等下会分左脚哦，左脚会搞太搞用板做哈，老师侧变给大家看哈，你的左脚哈，我们2只手叉腰哈，好，你的后脚往后撑，好，后脚跟撑直吸气，好，吸气，好，后脚撑直，前脚膝盖往前，还是吸气，好，这样撑住，好，1、3、4、5，好，起跳翻一下，好，下困一下，好，过来，脚掌会后脚打侧，前脚膝盖往前吸气，好，捂住空调前，2、3、4、5，好，弯一下，起跳弯一下，下困一下，好，等下要做第3摆哦，好，后脚跟撑直，好，撑直，好，前脚膝盖往前，好，眼睛看前面，好，空调前，跳到重的空档高哦，好，空调前，做空调前，2、3、4、5，好，起跳弯一下，好，慢慢舒张了，好，舒张了，好，给不给搞3个哈，搞3杂运动哈，我们复习一下，好，复习一下，好，大家听来走哦，好，第一个运动叫什么？还记得怎么做吗？背部后伸嘛，好，搓，大家数下来哦，好，2只手变后背，数字下起来，好，向后背拉一下，跳拿用慢走，空档高5秒钟，好，吸气，1、3、4、5，好，跳拿空调前变下来，数变松，好，做会轻好哦。听第2个怎么做还记得吗？好，第1杂运动，做腰部摆动吼，大家数下来哦，2只手徛高，捂住空档高，哦，跳拿空调前，啊，腰骨弯下来，慢慢往下来，好，数字，2只手抓脚踝，好，抓得到脚踝就抓，抓不到就摸着也可以，空停来下，好，跳拿起起来，吸气。好，2只手不用腰骨提放，好，胸前把腰往前推，把腰骨这个第4、第5椎往前推，好，空松蛋糕吐，好，头回正吸气，好，手不用下来，慢慢不用下来，好，吐气，好，我们收工了哈，好，收工了，开始哦，双脚打开来，两肩条偏发，好，做得哈，好，慢慢来啦，慢慢来。你凑练做一码做得了，坐着也做也可以哈，就是看你的身体状况了。来，手打开吸气，手打开来，向后背，好，送出去，吐气，等候哦，好，手掌来吸气，好，记得嘛，胸部的地方轻下来，压下来，嘴巴吐，好，慢慢做哦，过来哦，手打开来，啊。呈大字形，向后面，向后背，吸，送出去，吐，好，数重来，吸气，鼻子吸气哦，手会变下来哦，吐气，嘴巴吐气，好，大家做的轻好哦，好，要记得哦，等下要喝水哦，去困一下，